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予咱伫这一礼拜中间，天气真冷，对无？总是咱今仔日来到伫教会时，咱看见今仔日上帝予咱日头，所以咱即马足需要日光的。咱知影日光是对上帝来，所以咱看到日光的时阵，咱就知上帝恩典伊的疼伫咱的内面，所以心常常存着感恩。那感恩呢，咱就爱伫礼拜日守安息日，倒来到伫教会，每一个礼拜日拢倒来到伫教会，来遮来敬拜咱的天父，敬拜咱的上帝，就亲像大家庭的聚集一般样。所以这是咱的天父上帝所欢喜的。咱要用咱的心，用咱的灵，用咱的手，用咱的嘴来敬拜咱的耶和华上帝。阿们吗？哈利路亚！这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假使伫你的手机会当家关伫震动内面，咱专心来敬拜上帝拢唔免管手机的代志吼。大概有1点钟的时间，就是专人拢将家己交伫主的面前，咱要来祈祷。哈利路亚！互咱的心完全拢备办好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会当将咱的双手举起，咱要来邀请圣神来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咱会当将咱的手放伫咱的胸前，咱来甲主讲话，甲圣神讲话，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灵伫咱的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你来感恩。因为你是享受快乐，是享受平安的主。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就是要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至悬至大的主宰，你是阮的招盘，是阮的盾牌。主，阮要徛起伫你的内面，你也要徛起伫阮的内面。阮伫圣殿伫遮要恭敬、虔诚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咱要用使徒圣经，搁一摆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咱要做伙来宣告。我的嘴要学了上帝来，咱做伙来讲来。我的嘴要学了上帝，我的手要高举耶和华，我的手要高举耶和华，我的灵要得到精英，我的灵要得到精英。阿们，哈利路亚。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咱的主耶稣。阿们。伊甲隔壁的兄弟姊妹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地高强飞，予我倒伫青青草坡，伫安休的水边。伊予我灵魂清净，带我行伊的路。行过死荫的山途，也毋惊灾害，伫我对着
来你学好的代志。咱甲隔壁兄弟姊妹讲，咱等下搁较认真来跳舞学了主。咱搁较认真跳舞学了主。准备哦。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对甲你的怪，是上来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你主爱阮对我，我要行去你的厝，你到找到你边的人开始跳舞。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找到你边的兄弟姊妹，甲伊做跳舞，哈利路亚。是上来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你主爱阮对我，我要行去你的厝，你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对甲你的怪，是上来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你主爱阮对我，我要行去你的厝，你到永永远远。我要行去你的厝，你到永你到永远弯弯，你到永永远，最后一摆就到。你到永永远远。来将咱捧到声嘿，口水啊，说哈利路亚。是咱要徛伫的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吗？阿门。阿门。神秘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无悔。神秘会医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无悔。上帝顺传有功，我心应该我路，路无别你通过，只有主耶稣的无悔。我的写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无悔。我的天被清罪去，只靠主耶稣的无悔。上帝顺传有功，我心应该有路，路无别你通过，只有主耶稣的无悔。是哩，这首是我伫台美选各讲，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会当洗清咱的罪，阿门吗？阿门。所以咱就应该用咱更较大的声来学落伊，阿门。咱个对头来唱，咱先请兄弟来唱。神秘会使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无悔。神秘会医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无悔。上帝顺传有功，我心应该有路，路无别你通过，只有主耶稣的。请姊妹第二站。
耶稣的保护，会当洗清咱的罪，哈利路亚。阿门。咱搁一摆来领受圣神的同在，因为咱较无圣神，阿免吗？你
咱会当带着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平安甲健康。佮活着，也佮伫咱的家庭内面有咱真自由的行动。咱实在是感谢主，伊满满的恩典，与上帝特别恩待咱。咱今日来到伫伊的面前，咱带来敬拜，咱领受上帝的话语，得到咱的心的启造。咱也要伫遮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互咱的官兵，咱要来祈祷。咱的祈祷会当带出丰盛，咱的祈祷会当带出快乐，咱的祈祷会当带出人的健康。所以咱爱充满着迄个信心，举起咱的正手来祈祷。这个时阵，咱要来为着咱的相连牧区操心小组伫遮无？操心小组举手来，哇！操心小组吼，因的小组员拢伫遮。咱要大大来祝福伫操心小组长甲伊同工伊的组员。咱求上帝，互因伫2021年，互因的身躯充满着平安、健康、喜乐。阿们嘛，哈利路亚！啊，互这个小组会当大大兴旺起来。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将咱的面母因拢坐伫这区吼，咱将咱的面母因来面向着他们吼。咱即摆来为着咱的操心小组，咱跪下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这是你所拣选的小组，主啊，我为着操心小组伊的组员，主伊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当伊自执的时，我就看见伊是同心合意的。主啊，你的灵手术伫遮会长过伊的心，感谢你。因为你的快乐，互因会当徛在你的面前，互因会当敬拜，互因会当自由来做真多事。总是主你的灵甲你同在，手术你新的一年，要大大得到平安，大大得到快乐。凡因所行所到的所在，都要带着主你美好的见证，互这个小组聚会时，充满着上帝你的信心，你的话语，互因每一天拢要伫上帝话语内面来得到优势，得到保障。主啊，愿阿乐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军队里到一世人，来，咱做伙讲。耶稣，我军队里到一世人。天堂的门为我大开，来。天堂的门为我大开，我要伫遐，我要伫遐。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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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兄弟，咱将咱俄勒的袍鞋归互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嘛甲边的人来甲伊拍袍啊！你甲伊讲，你的俄勒，上帝感动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请坐。
即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马拉太书第5章第1节甲第6节，咱做伙来共读，请。基督讨放咱做自由，所以恁着徛伫目地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我保罗甲恁讲，恁若受割礼，就基督无利益伫恁。我搁再对迄个受割礼人证明，伊着行招全的律法。亲像欠债着行，恁爱对律法称做义的，是已经甲基督断绝，已经对恩典的位落落去，因为咱倚靠神对神听候所仰望的义，咱圣经点伫基督耶稣受割礼。啊，无受割礼，拢无功效。独独信对仁爱来行的，才有功效。咱圣经共读到这，愿听伊的话的人对恁生命有祝福。这是咱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是人捌真理，超越界数。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看见第一堂，咱兄弟姊妹会当用遐早的时间，就会当真招逼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这是看见咱对这份信仰的一个坚持。虽然天气真冷，总是依然会当袂当断绝咱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敬拜。会知我甲潘牧师讲，这可能我第一届穿这个大衣吼，起来。讲道吼，伫咱的教会总是深深体验，无论咱任何的时刻，咱拢会当伫遮吟诗学乐伊听上帝的话语。我想这是一个咱人生上介大的一个福气，嘛是咱基督徒应该爱一个本分吼。所以咱感谢主所以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宣告上帝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兄弟姊妹，请坐。今仔日咱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会当认捌真理超越界线，这是基督徒你我，会当伫生活内面对信仰来帮助咱，会当时刻去反省的时阵，帮助咱成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活出真的生命信仰来吼所以，伫咱看教会的建立，会当讲是圣神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显明上帝奇妙。的作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证明，咱看对初代教会开始，圣神按照耶稣基督所应允的来充满这个温度了后，因就得到能力去到四方来报传福音。伫圣经记载《使徒行传》第2章，会当互咱真清楚了解，迄是一个教会的开始。所以教会开始是对当日开始，是对耶稣基督所应允，也对圣神的临在。伫这个军队耶稣人的顶面，当因自集的时阵，克里西亚迄个教会就是分别做成出来的时阵，上帝的临在的作为就伫因的身上来显明出来。所以咱感谢主，会当透过历史内面，咱会当看见。教会建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咱永光教会就伫这个教会历史的中间，一小小一点点的部分，总是咱伫遮有缘在证明、在见证耶稣基督是真个活的上帝。耶稣基督以高大有缘做基督做王伫咱中间，也是教会的头，咱是伊的身躯，咱拢是肢体。
这个无论伫历史中间拄着偌尔的大的压迫，甚至破坏，总是咱看见上帝的道伫即个地上从来无被打败。教会永远继续伫愈危险的时阵，咱就看见迄个信徒的热心哪大，而且传福音的热情就哪有溃烂。这是咱会当看见的，伫整个历史的中间，咱也正做一个见证伫即个中间。所以咱感谢主，因为咱知影教会是属上帝的，总是伫咱正做基督徒，伫咱的生活内面，咱面对的毋是生活这个条件的一个挑战，也是爱拍拼尔。较重要的，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永远会面对着真济的攻击。这个攻击毋是对人来的，会当讲是对迄个恶势力的关系，迄个属灵的战争，拢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伫咱个人的中间，常常在上演。那安尼，咱就看见咱的兵器真清楚，就甲咱讲，保罗真清楚甲咱讲哦，咱征战的兵器毋是属血气的哦，那是伫上帝的面前有气力、有能力。所以会当攻破坚强的影子，逐样的计谋，逐样阻碍人入捌上帝迄个自高的事，一切拢会当甲攻破。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咱的生活内面，伫咱的信仰的这个过程中间，实在是有真济的挑战，有真济感觉，互咱毋知影要安怎阁信落去，互咱会当若是用这个人的眼光来判断的时阵，亲像咱无比别人较好，总是兄弟姊妹，当咱对真理愈明白的时阵，咱就愈知影，这个拢是一个攻击，这个拢是对撒旦魔鬼来对咱的一个威胁。若是安尼，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对神愈来愈明白、愈来愈瓦靠的时阵，就愈有气力来面对这个。咱的确会得胜的，阿门。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敢毋是？所以咱奉伊的名，咱爱相信，咱一定会当得胜。若是安尼，求上帝帮助咱，咱逐日会当来更新咱的信仰。逐日伫即个信仰内面，咱好好来思考，会帮助咱随时会当得到气力。所以这段经文内面，毋茫牧师提出，甲咱做伙来思考，咱就爱扩展咱真理的眼光。伫即个真理的顶面，咱时常等于到伫圣经来看，上帝是安怎讲？常常等于到伫圣经来看，历代的基督徒是怎样来面对因的生活，这个逐样的挑战，这会当帮助咱有一个照镜，会当来帮助咱哦。所以咱看保罗伫即个经文内面，第一个就甲咱讲基督托放了咱，叫咱会当得到自由，所以咱就爱呾徛伫在，徛伫稳固，毋通搁互奴隶的啥的担所压制哦，毋通搁互奴隶的担搁压制。哇，这是咱会当来好好思考，为什么保罗爱对加勒泰的信徒爱有这款的勉励？因为当时的加勒泰信徒伫加勒泰教会内面，就是有一寡犹太人主义的遐个假的先生、假的老师在煽动这个外邦人，这个称做希腊人的，这个外邦人加勒泰人，因甲因讲恁若要信耶稣，恁若要进入这个恩典内面，恁就爱受割礼。恁若行割礼，就是遵行律法。恁若有遵行律法，行割礼，才会当安那得到救啦。所以因认定讲，你要得到救，唯一的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就是爱行割礼。所以若是行割礼，就是遵行律法，就会当得到救。这是犹太主义的人，就是对旧约内面，因感觉着爱守律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得救的道路。哇！那安尼，为什么保罗伫即搭遮来讲呢？伊讲这个假的先知啊，是欠行完全律法的罪啦。这句话是什么？就是讲这个假先知所教示的，只不过是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一部分，
然后嘛照着家己的意爱，家己会当行、家己会当做的来教示人。若是遐个律法，敢是安尼尔？全律法敢是安尼尔？敢是行割礼一件代志尔？敢是洁净食物一件代志尔？无哦，伫耶稣的时代，耶稣嘛有遮安那，有遮对遮个法利赛人有安那讲因是假好的，对无？好，讲恁行律法，恁教人就爱行律法，总是就亲像恁甲人的甲担当揢伫人的颔棍顶，家己安那却无愿意行。不但安尼哦，伊讲恁行律法，恁讲恁守律法，总是恁所守的是一部分。恁讲孝敬父母，恁是安怎孝敬？敢是讲互伊食甲饱安尼就好吗？哇！耶稣伫迄个时代就有对这个假的先知，这毋是真正对真理来了解的这个先生老师来指责哦。所以咱看见保罗伫即搭遮有缘真清楚来甲加勒泰教会这个信徒，互因来了解，毋是行割礼就会当得到救啦，毋是啦，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哦，会当互咱了解，毋是讲咱会当得到救，是因为我守律法，我逐项拢是好公民，所以我就真做一个得到救的人，毋是，嘛毋是讲透过行割礼你就会当安怎，毋是。保罗真清楚讲，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哦，兄弟姊妹，这今仔日。咱要对这更加来清楚来了解，我相信会当来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咱得到救，是因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毋是因为咱有行偌的好，行偌的正。所以咱在讲耶稣听你的时阵，特别咱对这还未信主的人，甲因讲耶稣听你的时阵，这嘛是表达一个真理哦，毋是讲你捌耶稣，耶稣较听你。毋是讲你对耶稣偌好，耶稣较听你，毋是啦。当你无认捌伊，耶稣早就听你嘛，对无？所以咱较甲因讲，耶稣听你哦，我嘛真听你哦，是因为咱有关系，咱会听伊。总是伊甲耶稣还未有关系，你哪知影耶稣听伊？因为咱知耶稣的听是恩典的听，伊的救赎是恩典，是白白赏赐予咱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互咱对即搭遮来体会了解。伫咱的信仰的生活过程，可能咱嘛有真济，甲伊当作律法，感觉即个就是真理，直到忽略了迄个意义在哪里，所以就变做安那，亲像各当一个重担，放伫家己的身上，互家己袂当伫生活、伫信仰内面。来享受伫基督内面，迄个真正自由甲喜乐的平安哦，好，所以求上帝，互咱来体会了解。有时咱在讲传统对无？传统好也歹，传统好也歹，传统其实有好嘛有歹，对无？吼，传统好也歹，流行好也歹，即个其实是好也是歹，毋是好甲歹的问题啦。其实较重要，咱就爱去看迄个意义甲目的是啥物，这较是重要，敢毋是？吼，讲咱就爱读圣经，咱就好好祈祷。这是真好信徒的生活的传统啊，这爱守无？爱。问题就是讲，咱若是甲祈祷、甲读圣经，诚做一个传统化，诚做一个迄个真自治化去了。拢习惯性啊，所以读就是读过，祈祷就是祈祷过，一点仔感动，一点仔感觉有甲上帝较甜蜜无？有搁较去体会上帝的同在无？有感觉上帝的话语是带着快乐的无？有感觉迄个上帝的话语对你现在有啥物启示有啥物帮助，有啥物安慰无？这较是重要对无？若无白纸写乌字，读过。就像咧在读故事册一般样，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互咱会当伫即个信仰的过程内面，要家己接受一寡部分，感觉讲这是绝对袂当无的，嘛无讲就一定爱对着什么流行，
若是对流行丧失了迄个真正的意义，迄个流行嘛对咱来讲嘛无有啥物产生啥物大的影响，减是。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互咱伫信仰甲生活内面，咱会当来思考哦。所以保罗安尼讲，恁着靠律法，恁遮会靠律法称义的，是甲基督同转啦。对云电中来落去，来对落去啊！意思就是讲，当咱若是看这个传统最要紧，赢过基督的真理甲救恩的时阵，就这个反转是隔断咱甲基督的关系，隔断迄个福音的快乐，搁我的能力伫咱的生活内面帮助咱，而且是咱生活。伫生活内面，基督徒咱爱好好思考的一件代志。所以，哇，有真济真水的传统，咱拢伫即搭遮好好要接受。总是伫每一届咱做这个事的过程内面，咱就更较侪去体会上帝伫哪落，上帝的心伊伫哪落。通透过安尼，互咱继续甲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来帮助咱。所以，这圣经甲咱讲上帝救咱，伊用伊的圣的调来呼召咱，毋是按照咱的行为，乃是按照伊的旨意甲恩典。这个恩典是伫万古之先，伫耶稣基督内面赏赐互咱的。哇！所以咱什么时阵得着救？敢是咱上帝为着咱的拯救的计划，是咱什么时阵来得到？敢是讲哇，咱来洗礼的时阵，迄个时阵吗？哇，咱心相信、喙承认迄个时阵吗？其实，若是照这段经文，保罗所讲的，是伫什么时阵？伫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已经定着对你我的拯救。阿门。所以，伫救恩，咱有福分。敢是出伫咱吗？绝对毋是嘛！因为伫创世之前，咱拢还未存在，敢毋是？总是上帝美妙的计划内面，已经早就定着要赏赐互咱。所以兄弟姊妹，无说咧读新学院的时阵，就有迄个有定论甲自由意志的即个两个派两个派伫遮咧争论即个议题到底咱得着救了后，会伫恩典中对了啊未安尼话讲 A， 话讲 B 嘛会讲若伫恩典中对了，就表示讲安尼上帝恩典的能力无够，敢毋是？无咱较会阁会对了若是讲未话者安尼，上帝甲咱所看做无好的，敢是安尼一笔勾销吗？救恩伫互你了，你做歹嘛袂要紧，绝对会当救你，因为上帝早就定着要救你啊！无论你偌歹，一定去甲你救。有即款的争论对无？哇，你知影吗？咱长老教会加尔文的主义的信仰的是认定对一边，是上帝定着，还是讲你家己自由的意志的决定？是上帝会定着毋过伫历史中真趣味在看上帝的救恩拯救，是出伫上帝的主权，是上帝所预定的。咱这教派传福音足热诚的呢。若遐感觉讲无这人的意志，所以咱就爱好好去甲挽回人的心，互伊安那会当坚持这个信仰。反正伫传福音的顶面，应该较无咱足奇怪这伫这个讨论的中间，我就发觉讲是咱爱相信救恩是上帝白白予咱的。伫什么时阵，就伊伫创世之前，伊就定着。总是咱有可能伫救恩中来对落无？有可能因为上帝予咱伫即个恩典中，会当有自由内面，伫耶稣基督内面。咱若离开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就袂当来成就上帝的义。这就是你我咱所爱去思考的一件代志。当然，这是新学的议题今仔日伫即搭遮甲咱大家来分享。所以感谢主，
咱只要伫基督内面，咱就会当享受自由的喜乐。阿门。咱做伙来讲，伫基督内面享受自由的喜乐来。是伫基督内面，咱会当享受自由的喜乐。搁过来，咱求上帝帮助，因为安尼对真理的较侪认捌，咱应该搬过较侪信仰的一个界限。咱爱常常爱搬过信仰的即个框框，无甲咱的信仰认定伫咱的认捌，也是过去的经验，也是咱所知影的安尼尔哦。这个是咱基督徒需要的哦。咱来讲割礼，旧约上帝爱亚伯拉罕来行割礼，因为为什么上帝爱行割礼呢？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已经领受上帝的应允。要互伊的囝儿孙亲像天顶的星遐济，海边的沙遐济，对无？总是亚伯拉罕一直是我奇怪，到即马我的某撒拉连生一个家族都还无，是要哪会当有天顶的星、海边的沙？所以伊就想家己想一个方式，安那带撒拉会安那会女婢夏甲带夏甲了。哇！夏甲就生一个囡仔，甲伊生一个囡仔叫做啥物名？以实玛利。哇！伊就讲上帝啊，你看安尼就对啊，对无？安尼对以实玛利开始，我的后代就会愈来愈兴旺。上帝讲，毋是，夏甲毋是我所欢喜的，以实玛利嘛毋是出自我的应允得到的。哇！所以就伫迄个时阵，上帝爱亚伯拉罕行割礼，来表明啥物？表明伊就爱对付家己的肉体甲伊的私欲。这是原来伫旧约内面行割礼的一个目的哦，就是对付咱肉体甲咱肉体的私欲。所以伫旧约的割礼是安尼哦，总是行外在的即个割礼，就是犹太的查甫囡仔。出世了第8天，就爱行割礼，行割礼，咱即马叫做割包皮啦，就是安尼。洁净做洁净的工作，伫迄个时阵就有即个概念呢，所以咱看，虽然是即个外在的行割礼，确实因为即个外在的割礼属肉体的割礼，无法度完全赢过肉体的情欲，总是到伫新约。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有属灵的割礼哦。透过这个属灵的割礼，就是将咱的肉体、甲咱肉体的私欲、情欲，甲基督同定伫十字架顶。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吧。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十字架顶，对无？现在我无阁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伫活。哇，真清楚哦。所以伫圣经内面就真清楚甲咱讲，迄个真受割礼的、受真的割礼的，咱是用咱的以上帝的灵来敬拜，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夸口，毋是靠着肉体的。这就真清楚，互咱知影。所以保罗就安尼讲，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我伫无阁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伫活。因为安那，伊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信仰，提醒，互伊对付即个肉体的方式，就是将这个甲基督交付伫十字架顶。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徒咱的生活内面，咱爱来常常面对的。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啥物？就是伫咱生活内面不断爱有反省，不断爱有调整，互咱的信仰是日日那进步的。阿门。哇！基督徒的生活，咱的信仰爱日日进步，这是你我伫生活内面，咱爱不断来努力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最后咱对这就会当来看见。所以伊讲，原来伫基督耶稣内面受割礼甲无受割礼全无功效，独互人生发听的信心，才真正有功效啦。安尼在讲什么？讲咱伫信的顶面
较重要的，毋是外在的宗教行为啦。较重要就是这个信仰帮助咱学习耶稣基督的疼，活出耶稣基督的疼。伫咱的生活内面，就透过这个疼的展现，通互人认捌咱所信的是之罪。这就是基督徒你我，咱会当来努力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宗教的行为，只有伫真的信心甲疼心，甲会当有属灵的价值。阿门。这就是大家咱拢爱努力的。所以愿上帝伫咱的生活内面来帮助咱，咱爱真清楚。保罗是对这个基督徒的勉励哦。所以保罗真清楚，咱已经信耶稣基督的，咱犹原会面对着撒旦魔鬼的一个攻击。伊的伎俩是甚物？第一个就是来威胁咱基督徒对这个信仰啦，有也好，无也好啦，吼。对这个信仰啊，都有也好，无也好。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基督徒啊。啊，你信啥？啊知。啊，就逐日对人去安尼尔，逐礼拜对人去安尼尔，信啥讲袂出来。这个嘛是一个魔鬼的一个方式，对无？互你亲像知，佮亲像毋知；互你有信，佮亲像无信。安尼伊就会当控制你，互你面对着困难、困境的时阵，你毋知影要安怎倚靠耶稣基督。佫有一种是甚物？就是魔鬼嘛会压制基督徒对信仰会产生迄个安怎惊吓。咱看真济宗教，这外在的这建筑，还是讲这象征物，拢是安怎作歹迄款的，对无？就是要互人会惊迄款的。总是咱的上帝毋是安尼呢。总是求上帝帮助咱。毋是讲咱做基督徒，哇，逐项拢袂使，逐项拢袂使，无。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只要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拢会当得到自由的。阿门。所以保罗讲我要做这要做迄，是因为安怎？因为我知我所信的是之罪。我会当做袂当做，是因为对伫我的信，我相信拢伫上帝的主权下面，所以我会当无爱做，我嘛会当自由来做。这就是一个伫心内面，咱会当成做一个真正自由喜乐的基督徒来帮助咱，毋通互魔鬼甲咱压制哦，甲咱压制，惊东惊西，有无？信耶稣啊，经过庙嘛会惊，有无？信耶稣啊，看到个别色嘛会惊，这拢绝对毋是对上帝来。当咱对这个信仰愈体会、愈了解的时阵，咱面对这个，咱拢知，这一切拢伫上帝的管辖内面。我信靠这个万不有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我对这个拢相信，上帝的平安一定会当互我。阿门。所以这就是咱基督徒会当得到喜乐平安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体会，会当来了解。伫希腊的神话有一个故事叫做奇莫岛这个奇莫岛就是有在传说，就是讲若是遐个尊者经过奇莫岛的时阵，若是暗时经过奇莫岛的时阵，因拢会听到一个真好听的查囡仔唱歌的声足好听所以大家找讲，这个声对来，安尼然后即个声卖，感觉哇，迄个声亲像伫水内面发出来安尼所以安怎，大家就安怎真自然就跳落去为着要找即个声，即个查囡仔伫对安尼迄个声遐好听，一定是足水的嘛，对无？大美人哇！所以到透早，即只船就安怎，变做一个空船无半个人哇！所以就有安尼传说大家就真惊，暗时会经过迄个奇莫岛安尼。总是有一摆，有一只船暗时不得不爱经过遐个时阵，到日时时阵，所有的人船员拢伫个哇！就真侪这行船的人真好奇就该问这个船长讲，恁是有啥物款的秘密啥物秘诀，恁会当平安经过迄个奇莫岛呢？哇！伊讲
其实是足简单啦，吼，其实是足简单，因为阮知影迄个是寂寞岛，当要过的时阵啊，阮所有的船员，我就甲伊讲，大声唱歌，大声唱歌，哇，大家都安那拼命唱歌吼，所以阮的声音比迄个查某囡仔的声音较大声，所以拢无人听到伊的声啦。所以安尼，阮暗时啊就平安经过。兄弟姊妹，寂寞岛，这敢毋是撒旦的声音吗？这甲恁讲来过来过来，遮就对啊啦，吼！遐艰苦，做基督徒做甲遐尼艰苦，遐尼无志气，来啦来啦，啉一杯袂要紧啦吼，啉啊醉嘛袂要紧，对无吼？3、5、4啊尔，对无？来来来，做一寡这暗时的代志，这袂要紧啦，袂要紧，无人知啦，是毋是？相信有即款的声音哦，这是你应该对的，你应该得的，你无要得的，你戆人哦，你做基督徒就遐戆，就毋敢开人钱哦，哇！真侪这声音，拢在对咱讲话，拢在诱惑咱。咱要会当怎样赢过这？其实就亲像这船员一般样，对无？用信心来唱歌，听调这个真理，知影上帝爱我做啥，知影我一切的福气拢伫上帝的手中。伊若要福我，比100人甲我努力，10000人甲我努力。搁较济会当领受伫我的身上，这就是咱的信用。若是安尼，我相信咱就会当赢过这。所以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因为凡那世界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目睭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拢毋是对爸上帝来，拢是对世界来。伊搁讲，这个世界甲其余的情欲。拢要过去，独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永远长老。阿门。这就是互咱会当更加清楚，咱伫这个世间，咱要会当安怎来赢过这个迷惑。这个迷惑常常伫咱的心内面，伫咱的脑海内面，在甲咱讲，就是求上帝帮助咱。咱常常有吟诗学乐，咱常常有祈祷。有上帝话语伫咱的心中，咱就会当来分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什么是上帝所喜爱的，咱就照伊所欢喜的来选择。我相信，咱就会当赢过这信仰环境的界限，生活伫耶稣基督内面迄个真实的自由。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伫今日早起咱有这款的机会，咱做伙。来分享吼，这时阵牧师要邀请咱做起立，咱若是阿公某一做伙的，就恁两个会当做伙祈祷哦，吼，若是无的，毋是家庭的，咱就3个人一个，好无？咱用3分钟的时间，咱彼此来祝福来祈祷，求上帝互咱伫信仰内面会当较努力，阿门。吼，来，来。咱会当来哦，来找3个人，也是夫妻做伙，吼，来，咱会当来找哦，吼，查甫的找查甫的，查某的找查某，来，请你来甲来明天长老做伙，OK。来，咱彼此来祈祷哦。伫信仰顶面，咱求上帝，互咱有一个追求信仰的热心。咱会当彼此来代祷，这是一个代祷真水的一个时刻吼。哈利路亚！开声为着对方来祈祷哦，开声为着对方来祈祷。哈啦，主感谢你。
咱做伙来吟，要来吟一条诗歌，来求上帝帮助咱。伫生活内面，咱有祈祷的谈判，咱会当伫伊的内面来得到伊的欢喜。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咱透过彼此的祈祷，咱相信咱的祈祷是大有亏咱的阿门。对方对你祈祷，你来相信，上帝透过伊的感动，要伫你的心上来做奇妙的事，互你的信心哪坚定，你的信仰才对你家庭、工作、生活一切快乐的源头。阿门。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会早起伫遮，透过诗歌来敬拜，来透过你的话语来激发阮，互阮要听你的声，无爱听人的声，搁较无爱听魔鬼的声，互阮会当专心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欢喜，这是你所欢喜的事，阮乐意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听阮的。电脑盖起来。哈利路亚。咱做伙来吟来，心内吟无爱牢记你的美，进入你的同在永光显现，命空心意伫你是阮做证，放下当甲专心伫阮地，心内因无爱牢记你的美，进入你的同在永光显现。命空心意伫你是阮做证，放下当甲专心伫阮做，感谢你听我困求的声，感谢你写做阮的满满，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专心靠你，活出美妙之意。咱镜头过来，心内因无爱牢记你的美，进入你的同在永光显现。命空心意记你是阮做证，放下当甲专心。伫阮地，感谢你听我困求的声，感谢你写做阮的满满，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专心靠你活出美妙之意。军队永无后悔，相信相信，心是甲背。军队永无失停，宣告后悔抹出来。军队永无后悔。甲背，军队永无失停，宣告后悔抹出来，感谢你听我困求的声，感谢你。
找阮得满满。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全心靠你，活出美妙之意。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全心靠你，活出美妙之意。咱要坐落去的时阵，甲隔壁讲，我的信是真的，你的信犹原是真的。来，我的信是真的，你的信犹原是真的。阿门。咱拢是真的信仰，阿门。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嘛是信心的行动。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请坐，咱要请牧师来教会分享。1、2、3 ，OK。若是60岁以上的，吼，若是60岁以上的哦，吼，天气较寒冷，所以咱的起落逐项。拢总爱较细腻一点嘛吼，特别若要出外，请咱安那帽啊啦、口罩啦吼，什物围巾啦吼，甚至手拢爱保持吼较烧冷的，安尼好无？吼，无恁若无注意吼，牧师就爱加做麻烦的，会加做无用的对无吼？所以拜托大家吼，身躯顾好势吼，莫讲食甲百二啦吼，毋免啦吼，总是伫咱的生活，我相信上帝互咱有智慧，特别伫迄个出入起落的过程吼，透早要起来时阵，无一个都要醒讲起来吼，逐项拢爱加烦一个，烦好一个，烦好一个，安尼我相信对家庭来讲袂加负担，我相信这是咱做会到的一件代志哦吼。
天气较寒冷，所以牧师特别来甲咱提醒一下吼。咱嘛彼此来提醒吼，互咱伫生活内面过了真轻松真会当自由来行动来礼拜甲家庭的人有一个更较好、更较温暖的一个生活我相信这是上帝意爱咱做的吼。好，今仔日咱伫点半开始，咱有主日服侍人员的一个训练每一年的年初，咱拢会办这个主日服侍人员的训练，望透过这个服侍的人员过去的经验，甲教会的整个若有调整啥咱拢要甲伊来做一个训练望咱的服侍会当更较哪好哪顺利吼。好咱1月24日福音主日10点1月24，今仔初10点吼，佮后礼拜咱有一场的礼拜尔吼，所以咱9点的礼拜后礼拜24 24迄主日，咱是10点礼拜吼因为咱迄主日就是23到24，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幸福小组的一个训练所以望咱会2场做1场所以咱有特别的一个安排就是有音乐的分享甲幸福的见证吼音乐的分享，咱有请阿伦安娜因兄妹来诗歌来分享迄个幸福的见证，咱会邀请高雄福气教会的同工有2位来安排伫遮甲咱来分享因怎样伫幸福小组的报道内面得到上帝的欢喜吼所以咱迄天咱带着一个较无的心来，我相信上帝欢喜吼。好2月第1个主日是咱的圣餐甲洗礼所以请咱会当鼓励未洗礼的遮的新的朋友会当伫即届2月第1主日会当来参加圣礼典来洗礼吼兄姊妹咱嘛备办心，迄天咱要甲主同坐桌来守圣餐。好，即礼拜咱要请玉珍小组的组员等下到周间，等下到伫教会伫祈祷殿副堂的中间咱继续来做守望的祈祷天气较寒，总是咱会当找一个咱时间适当的，咱会当来吼。好主日咱要召开小会咱要为着今年的定期好会的这个资料手册咱来做最后一个审核主日嘛有这个影音的人员的训练会，请咱来注意咱的教会要颁发这个信用的奖励金这是咱改变奖学金了后的第一次要来颁发感谢主因为咱把这个奖学金改做奖励金了咱本来是干那用学业的分数第一做一个关键甲智慧因素咱即摆分5样会当来做一个评估然后大家一样的伊就会当来得到这部分的一个奖励金咱看见这学生因就真努力特别伫聚会的顶面的准时灵修这个读圣经的记录甲也是听讲道主日礼拜的这个记录拢真照实在做我相信这是咱教会要传承予下一代上介重要嘛是教会的一个本质甲教会应该爱努力的咱真欢喜伫旧年前年伫旧年算旧年嘛咱就有这透过小会员感觉这是真适当的所以就安尼来推行所以咱真欢喜会当互这学生会当得到激励通透过安尼伫信仰伫品格内面更较会当荣耀上帝好咱的舞团咱有一个寒训1月26到28咱要伫副堂连续有3天的这个训练就是透过跳舞嘛伫信仰内面或者咱的舞团因会当伫信仰甲这个技巧的顶面更较哪成熟所以咱的教会伫敬拜俄罗的时阵咱今年就旧年开始旧年年尾开始咱就有较济
和这舞团会当参与伫服侍，互咱的礼拜搁较较活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透过集训，搁较会当互因重视这个服侍吼。好，咱1月31日，教会要来大清扫吼，所以望咱到时阵会来分每一个牧区负责的所在，以及咱个人若有用伫4楼遮的柜吼，私人的柜的遮个所在的物件，咱拢爱来甲清掉吼。咱教会要做一个大清扫，因为空间有限。咱每一年拢有遮个布置啦，还是讲遮个物件，咱拢有爱做一届来做家己清扫，好好势吼。这嘛提醒啦吼，咱即使教会若有需要啥物，还是讲你厝里有加啥物，无一定是摕来教会啦吼。因为教会就爱看教会有需要无，这个是真关键吼。毋通讲我兜要换一间新的冰箱吼，我要甲旧的冰箱来摕来互教会，无所在放啦吼。无你着甲新的互教会嘛吼，咱甲旧的甲回收，安尼就会使啦，安尼好无？吼所以爱有即个观念吼。教会咱的物件拢真焦整，若各牧区需要的，拢爱甲报备一下因为咱空间真正有限吼。咱伫台北地区空间比遐物件较贵，敢毋是？对嘛吼？所以嘛，咱拢有即个共同的看见吼。好，来1月13日咱要伫卢俊怡姊妹的家庭要做一个家庭的礼拜吼。因的小组会较侪人去参加。咱中集若有即个感动的，就是伫卢前一的厝吼，卢哥咱的兄弟吼，卢前一的厝因的儿女期待做一个家庭礼拜吼，咱报告互咱知影。好，咱继续为着丢老娘淑美来祈祷吼，个洪成改就是咱的玉玺执事的妈妈吼，是咱继续为着这两位来祈祷吼。好咱嘛感谢主啦吼，保守咱的赵明长老的丢老娘吼伫即个危急的时阵，依然得到上帝的保守。好，即条请咱大家来起立，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是，万星星来充满你，大福望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咱甲彼此甲讲，上帝听你，上帝听你，我嘛听你，哈利路亚，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大能的手骨扶持保守你，互你逐日经验圣神的同在，也领受耶稣基督百般的恩典。佮愿上帝帮助你，日日进步你的信仰，也诚做水的见证，互你的家甲你所做的事一尽亨通。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姊妹平安，平安。请坐，咱今仔